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30，诗篇116篇12到13节安尼讲：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，我要用什么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三角来祈祷，赏赐阮一切大恩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、神是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公义遍满伫全地，你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列邦中感谢你。我要用懊恼的诗歌颂赞你，也要讲起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天地拢会消失，不过你永远存在。天地拢会改变，不过你永远袂改变。主上帝，你藉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，来完成救赎的工作。主啊，你赏赐阮一切大恩，我要用什么报答你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